女士哈，从台北来的，对不对？好，所以一路上哈，今天早上我就祷告，因为我知道下雨，昨天提摩带的小朋友就跟我说，牧师会下小雨哦，果真就开始下雨哈，因为我想他一路上开车下来真的是很辛苦哈，感谢主保守哈。那理事跟理事夫人对不对？好，都来到我们当中，然后艾迪那边也有华裔，好，然后我熊行那个飘舞，他会用那个华语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好，那我们应该大部分都能够了解，好，我们也为这个机构来祷告，也期待我们所献上的一点点绵薄之力，好，然后来兼顾啊，一起参与在这一个服事，在这一个事工当中，哈，我们就预备心。
阮耶和华唱歌来祝声伊的名。伫地方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感谢主，咱来念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会随着吟诗，正起音并全首。我来替你请声，加做来意。心内颂颂的人有福气，因为你福是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你的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你的成就福气；枵气当轻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你的成就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你的成就义。称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你会看见上帝；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你会成就
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你的福是因的。为着我人才对袂你，困着你，恢复你万行的歹。你就福气。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伫天意的保守是大。因为你天生的人，万家你困着伊。伊到咱同心来得。阿乐至悬至尊的上帝，看顾阮遮的小看的人，感谢你的施恩、怜悯甲疼痛，扶持阮的心灵，也供应阮的需要，搁相事，互阮出入拢平安。感谢你有丰盛的主爱，怜悯阮是一个罪人，求你也赦免阮伫喜乐中袂记你的恩典，也赦免阮伫患难中对你的埋怨，赦免阮无去调理你的真理，赦免阮失去对你基础的命。但求主耶稣的宝水，搁一摆洗清阮的不义，互阮会当搁来到回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互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恳求主赏赐阮有属天的智慧甲启示，互阮会当搁较来明白你、敬畏你，将你的话藏伫阮的内心，诚做阮生活的准则，也保守阮的心智，互阮的言行举止拢下伫你的旨意来，互伊欢喜。也恳求天父会当保守看顾心智软弱甲身体欠安的兄弟，赏赐你的听甲平安伫因的内面。今仔日有国际学经会甲喜乐保育院的代表伫阮的中间，也求圣神通过洪家林理事，通过求圣灵通过方嘉玲理事对我们说话。也祝福伫国际的学经会会当稳定满满，也看顾伫喜乐的保育院。无论伫因需要的人甲经费的应用，你拢赏赐因有丰盛。感谢主，也赏赐阮有对你来的安静，互阮听甲讲拢得到利益。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来中传圣经，伫罗马尼书第5章第3节到第5节，大英汉语版第175页，和合本第214页，咱做伙来读。那安尼，就是伫患难中也欢欢喜喜。因为知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五忙，也五忙无得到见效。因为上帝对咱所赏赐咱的圣神来关爱咱的心。搁一间，咱搁来读一间。那安尼，就伫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知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五忙，五忙无得到见效。因为上帝会听对所赏赐咱的圣神来关爱咱的心。好了，主温柔的呼召，请拍下诗班。
正到咱请搁一个研会的理事，伊要讲的是发苦难奖最节目，我们请。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诗班长有很美好的一个敬拜。今天也真是很高兴来到鹿港长老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首先代表这个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来问候鹿港的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平安。打开后，哎呦，是我第一个讲的台语。今天是用国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希望大家都听得懂吧？好，听得懂哈，好，感谢。我特别请教我们读经会安排这个讲员的我说我只会讲国语这个到这个长老教会他们听不听得懂他说可以可以你们放心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这个放胆的来到这个长老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那因为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我这个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台大化学系毕业，然后到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的这个杜邦化学公司服务了13年，然后回到台湾，在这个台湾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当了2任的执行长，大概是8年前我就退休现在是在一家私人的生技公司当总经理。那至于我服事的经历呢，我是在这个匹兹堡华人教会法律班在这边信主的那信主以后呢，就在这个华人教会当了14，后来到这个杜邦公司呢，就在威明顿我们成立了一个华人教会威明顿神堂在那边当执事长老回到台湾以后呢，现在在这个东湖礼拜堂在聚会，也当国际读经会的这个理事，还有讲员堂的成员之一。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化苦难为祝福，化苦难为祝福。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身体的例行的身体检查，结果呢发现射部腺癌指数这个 PSA 指数稍微高，于是在做这个射部腺的超音波跟切片，结果呢发现是有这个癌症，那我听到这个检验的这个报告，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我自认自己身体一向很好，也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怎么居然会有癌症？可是检查报告是这样的，那我就也只有接受了，只有今年呢2月23号，手术切除整个射部腺。那主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那为什么会有苦难呢？在这个华神吴宪章老师，还有淡江教会庄玉明牧师，将苦难，这个是有回应之神，这是我讲在哪里？将这个苦难大概有这个8点跟整个8点放在这个投影片上给大家做参考。那一般来讲的话呢，苦难可能是这个神对我们犯了罪的一个惩罚。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3章，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苦难惩罚就临到了整个人类，整个全世界就受到咒诅。这个是等一下是不是我这应该查？是的，靠近麦克风，靠近嘴巴，对。靠近是吧？靠近蛮好是吧？谢谢。那约伯记我们都知道，约伯他的苦难一方面是神的试炼，一方面也是魔鬼的一种这个攻击。那还有呢，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9章，我们知道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结果耶稣的门徒就问这个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这个人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结果主耶稣说什么？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怎么样彰显神的作为啊？所以苦难啊，也有可能是神要彰显他的这个作为。那总而言之啊，我们在世上是免不了苦难。你看这个天灾人祸战争，从古到今没有停止。那我们也不能期望以后没有天灾人祸跟战争。所以苦难是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苦难化苦难为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教导来分享如何化苦难为祝福。那一般来讲，我们在遭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如果说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还没有承认的罪，然后呢，我们就跟神认罪悔改。那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罪中，还有呢，我们死不认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沉溺在罪中没有办法来挽回，这个是最可怕的那也许我们会问神沉默了吗？神公平吗？就像约伯约伯他在遭遇到苦难，你看他在19章第7节他怎么讲的？他说：“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中断。”约伯是这样。他说：“你沉默了吗？你公平吗？”那甚至像大卫在遭遇到这个被敌人追杀的时候，他在诗篇第10篇第1节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大卫也这样跟神祷告：“你为什么隐藏？”神不会在乎我们将我们心里的感受跟他来倾心吐意，所以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可以是无话不谈，无话不谈，神会在乎那可能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好是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问神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在苦难时学习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化苦难为祝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罗马书第5章第3节，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那苦难让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我们刚刚念的罗马书第5章告诉我们，第一个，患难生什么？忍耐。患难生忍耐。新约雅各书称赞约伯就是他的忍耐。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怎么样忍耐？我们来看的话，你看他在他失去了他的儿女跟财产的时候，他讲什么话？在约伯记第1章21到22节，他说什么？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看他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他在这个苦难中，他讲出这样的话。那第二次，神将他的，就是说让他的身体的健康失去，全身长满了毒疮。那他的太太都讥笑他说：“他说你去死吧，还要守着你的神干什么呢？”可是约伯怎么讲呢？约伯怎么对他太太讲？约伯说：“
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重？你看，这是他在失去健康、全身长满毒疮时他讲的话。所以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没有一口来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这个是他的人啊。还有，他有3个朋友，在看到他的这个苦难的时候呢，想要来安慰他。可是这3个朋友认为他的苦难就是因为他犯了罪的结果。所以他对约伯的安慰啊，对约伯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约伯对这3个朋友也是极力的忍耐。在苦难中，神不是要我们咬着牙来忍耐，在忍耐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借着祷告来亲近。所以你看约伯在苦难中，他不停的跟神讲话。不管是埋怨也好，质疑也好，但是神虽然一直没有跟他讲话，可是他不停的对神来讲话，就是因为这个亲近神、祷告神，让他能够怎么样呢？让他能够经历神、认识神，更加的认识神。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认识，在苦难中怎么认识神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在第10章第14节，他说：“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所以他一开始认为神是一个审判者。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从一个审判者。然后呢，到了第16章，你可以看到他希望神是他的一个证人。能够见证他没有罪，还有是他的什么呢？是他一个中保，中保就是一个辩护律师就是能够为他没有罪来辩护。然后到第19章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神是一个救赎主，会来救赎他。所以你看，他因为借着不断的亲近神、祷告神，他对神一步一步有更深的一个认识。在我知道我得了肾部腺癌的时候呢，起先医生说你可能是第3期，第3期就是说即使割除以后，可能还要做化疗、放疗等等。那我怎么办呢？只有每天祷告，求神来医治。那神也借着圣经的话来安慰我，因为我们读经会有出一个这个每一年1释义，每一年1释义，所以我就是跟着这个每一年1释义的进度呢来这个灵修，所以去年年底知道得社会健康，今年1月12号我们读到按照这个进度我们读到这个诗篇103篇怎么讲呢？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救赎你因出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不关。所以你看读这个神的话，是不是就经得到安慰？然后你看，再到1月16号，读到诗篇107篇，他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就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安慰你。还有呢，我每一天这个玩手机会读到这个祷告时光的这个每日祷告信息。所以在1月28号，你看他看到的是什么？他说：“早安，别怕去看医生，神必伸手施恩。虽然不太喜欢看病的时候，偶尔出现那种压力跟忐忑的感受，但相信可以在这过程中不断的领悟，并且透过现在发大的医治，向神儿女自
全然医治的恩典。这是这个每天看到这个祷告的信息，心里面就得到安慰。2月22号，在我这个手术前一天，这个祷告信息呢是引用的民数记第6章20到26节。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了。愿耶和华赐福于我怎么样？这个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这个脸光照你，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降你两眼，赐平安。所以手术前一天读到这个心里面真的是很平安，很平安。然后呢，到这个2月24号手术后一天一早上打开手机，看到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说诗篇第147篇第3节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手术第2天，裹好他们的伤处。真的就是神的作为实在是奇妙。那还有呢，神借着患射护腺癌的弟兄跟我分享来安慰。2月19号是主日，所以我到这个我们教会中部礼拜堂聚会。那刚好有2位从美国，以前我们在同一个教会2个弟兄来到这个中部礼拜堂跟我们一起来聚会。那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2月23号我要动手术这个射护腺癌。结果这2位弟兄都说，他说我们都有这个射护腺癌，我们都动过手术了，所以他就跟我来分享这个他们的经验。所以这个就是神就差派这个弟兄来这个安慰，所以真是奇妙。所以经过了这个经历的话，你会发现，罗马书12章12节讲，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因着这个自己的经历，真的体会到神是安慰的一个神。那再来，我们要学到什么功课呢？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是什么意思？老练是什么意思？老练就是它的英文来讲就是品格。忍耐让我们怎么样？锻炼出一种品格。这种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像耶稣基督的品格，就是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品格。忍耐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那约伯他的忍耐，让他锻炼出什么样耶稣基督的这个品格呢？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了他谦卑，因为在起先神一直没有跟他讲话，到后来约伯记最后几章，神开始对他讲话。神一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自己的渺小，他自己的卑贱，他的无知，所以他甚至厌恶自己。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自己的渺小，我们自己的不能。所以忍耐让约伯学习到谦卑，还有让他学习到什么呢？学习饶恕。就是他这3个朋友，后来神要这3个朋友到这个约伯面前，为自己献上燔祭，同时要约伯你要怎么样？为这3个朋友祷告。所以当约伯为这3个朋友祷告，他饶恕这3个朋友的时候呢，神就将加倍的祝福赐给约伯。所以忍耐让约伯学习到谦卑，让约伯学习到饶恕。那我自己也是，因为我以前我自认为是自己身体很好，我甚至常常跟这个朋友讲，我说我立志要像摩西那样子，活到这个120岁，死的时候呢，眼睛都不风花，精神也不衰败，可是
当我知道这个得到社会健康以后，每一天活的都是神的恩典，让我学习到神的，还有让我学习到什么呢？让我学习到节制。因为以前自己的身体不好，所以呢吃都没有节制，喜欢吃这个甜的东西，像这个巧克力像冰淇淋像蛋糕现在医学证明，糖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我现在就非常节制这种糖的东西就要少吃所以也奉劝弟兄姐妹，真的糖的东西要少吃所以这个是在经过了这个忍耐甚至考验让我们能够锻炼出耶稣基督的品格。再来是什么呢？老练生什么？盼望。老练生盼望。因着生命的成熟你看约伯他有新的盼望约伯他盼望什么？刚刚我们讲到，他盼望他在天上有一个见证，有一个中保能够见证他的清白，能够替他来辩护，为他伸冤同时他也盼望什么呢？盼望这个神是他一个最好的朋友世上的朋友，他这3个朋友没有办法了解他，可是呢，天上这位朋友的话，这位中保能够了解他可以跟这个中保能够亲亲密密所以他盼望这个神，我们的神能够像朋友一样。那我们知道，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在天上的中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经历了世上一切的这些，经历了一种苦难、试探，所以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了解我们所受的试探，我们所受的苦难，所以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无时无刻不可以到他面前来跟他亲亲密密。那还有约伯盼望什么呢？在约伯第19章25到26节，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没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证。”约伯看到什么？约伯看到这位救赎主将来在末世的时候，他要来到地上，然后他要怎么样？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在肉体之中能够看见神。看，这是约伯的盼望，约伯的盼望。那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就是一种永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就是什么？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要得荣耀，而且我们要从死里复活，跟他怎么样一起做王，一起得荣耀。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因着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因着这个盼望，即使神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会怎么样？我们仍然可以面对苦难，甚至面对死亡，而且是怎么样？欢欢喜喜，欢欢喜喜。那刚刚我们念的圣经罗马书第5章讲到什么呀？如何胜过苦难？第5章第5节说什么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与我们同住，永远在我们心里。他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讲到，他说他身上有根刺，这根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3次祷告求神除去这个刺，神有没有答应？神没有答应。神告诉他什么？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啊！后来我们看到保罗自己做见证，他在罗马书第8章35节，他怎么讲？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后第37节他怎么讲？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了。靠着爱我们的主。”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抓紧神的爱，在面对苦难，让以我们天父的爱来思想困难，而不是用困难来衡量神的爱。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度过、胜过这个苦难。很多时候，神不是要挪去我们的难处，而是要怎么样陪我们克服眼前的难处。永远记住，是神的爱让我们继续向前。的确是这样。在我知道我的社会天来的时候，就是神的爱，神借着圣经的话，神借着这个祷告的信息，神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教会小组的祷告，整个教会的祷告，还有我到别的教会讲道，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替我祷告，还有这个犯了社会天来的弟兄跟我分享安慰，就是靠着这个神的爱，神的爱让我能够胜过这个苦难。哥林多后书1章4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神来安慰我们。那目的是什么？也要叫我们能用这个自己的经历去安慰同遭患难的人。就像这个得了社会天来的弟兄，他来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做一个这个总结今天的话，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问神啊，你要有学习神的功课，让我们学习患难真是忍耐，在忍耐中持续不断的向神祷告，忍耐生老病，让我们锻炼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还有呢，让我们能够永恒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得荣耀。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让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这些功课中，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让这个神的爱永远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抓紧神的爱来面对苦难，化苦难为助。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也让我们在经过这些苦难、走过苦难后，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念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就是要紧紧抓住你，要抓住你自己的话，要抓住你自己的爱，
爱，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爱我们爱到底，主啊，当我们经过这些苦难之后，主啊，我们真是学习到这些宝贵的功课，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主啊，因为神所赐的圣灵将你的爱透过你浇灌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就是靠着你的爱来度过这些苦难，而且知道在苦难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把握。感谢赞美主，主啊，孩儿也在这里为鹿港长老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主啊，你爱这个教会。主啊，求你自己在兴起弟兄姐妹在这里勇敢为你做美好的一个见证。主啊，将你自己的福音能够传扬。主啊，也让弟兄姐妹一天比一天能够更加的爱主。主啊，是的，也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这个教会。主啊，谢谢恩主。前期应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今天因为是代表读经会啦，读经会呢，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影片请大家观赏一下，大概4分钟左右，谢谢。台湾读经会有个感人的见证，在36年前，曾有一群忠心爱主的读经会会员，为以主的感动，同心协力的奉献，为读经会购置了位于松江路的办公室献给主。虽然室内只有30平，却让读经会有了稳固的事工基地，忠实的推动幸福读圣经运动，将福音向全球广传。光阴似箭，当年慷慨奉献的会员们，有些已安返天家，但他们为读经会存留的基业，如今仍持续为上帝的圣工大大效力。目前，读经会走遍各城各乡，不是全球数百间华人教会。透过经典的每日点经释义灵修季刊、儿童主日学教材、活泼的主日讲道、圣经由衷讲座，造就圣徒。一路上虽有劳苦，却充满喜乐与上帝的帮助。迎接近年来事工的成长，30平的办公室已经不够用了。想象这个画面，10位同工、3位志工，挤在堆积如山的货物当中，一同办公、装箱、召开会议、录制影片等等，外加老旧大楼渗漏等问题。于是同工们向上帝举起祷告，寻求补援。耐心等待中，事工从未歇息。赞美主！就在2021年圣诞夜这天，满有恩典的上帝赐下恰好符合所需的办公室，室内60平，而且以近乎法开屋的价格取得，坐落在台北市南京东路5段356号。购置与搬迁的过程，如同进迦南一般充满挑战。面对3000万贷款的还款，读经会正以信心仰望上帝，在此也真诚邀请爱主的会员与兄姐们，来为传扬福音、真理与推动读圣经运动的任务，同心协力的奉献，无息贷款与代祷，参与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为主圣工再造施工基地，与读经会的油灯一同持续不断的为主发光与发热。圣诗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请起立领圣诗。Thank you.
我们已经这样做好几年了，我也忘记几年，好像至少有3年啦哈。然后我们所有的，因为让东西复活了哈，跟主在我们身上那种国外生命是欢喜的，所以咱将将每次所得的款项就送给就要奉献给我们的喜乐保育院那个喜乐阿嬷在20所创建的喜乐保育院。那今年呢，我们整个这个奉献的金额收到了13000元那我们要请我们幼儿园的我们的教会的黄瑞成长老他现在是幼儿园的董事长，那请他代表。好，那请他来代表我们也欢迎我们今天喜乐保育院的蔡牧师，还有他的同工一起来到我们这当中我们请我们的董事长奉献给他们好。
咱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吼，我们一起来拍掌哈，献上我们的感谢给荣耀的主，让我们能够在这喜乐宝院的献功上面哈，我们能够参与在这当中。感谢上帝，过一个喜乐，马喜乐基金会，哇，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林长寿弟兄，他就是从喜乐保育院来，然后领受了这个救恩，然后以至于他在成年以后，他就来成为我们教会的弟兄。新的朋友啦，新的朋友，咱来先来介绍我们从台北下来的理事汪嘉玲理事，还有他的夫人，欢迎你们。感谢主，还有咱庆中兄，来庆中兄。欢迎个喜乐有咱的姊妹，你去咱村的那个姊妹。惠恩，感谢主吗？好，那我们等一下，咱就继续来报告，感谢主。个报告内先咱来看一下李亚的地步，咱用台语看地步来看理解。有以安慰我对象所安慰我安慰，来安慰来安慰我难了的人，我愿意答应我难了，以安慰我，我对象所安慰我安慰，来安慰来安慰我难了的人。我们用回和本一样来念两遍。我们在世界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后礼拜的时间有代表请三位大家。咱就来记忆，咱来看第三页。第三页就咱个各项的聚会甲时间，咱请大家来看。咱看第四页的消息报告。今日是各地的聚会由汪嘉玲理事前来保安平安，请来到支持。礼拜以后，举行中即回甲小弟，请中参加典礼。礼拜是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我要敬送在场每一位妈妈一份礼物，表示对母亲的敬意。第三，今日办法，即来喜乐市场预备营业130块，予喜乐保育院由咱水林长老代表叫那个奉献予医院。第四。后拄日礼拜六要颁发奖学金，名单搭伫咧教会后壁5个人，请领奖的学生出席。第五，本会勇士长老受派到东兴教会协助救济的时间，到4月底一定完成受罚的职务。要伫咧5月要归为救济的团队，完成纪念伊的辛劳。第六。三中会商会少年部聚会5月10日，伫咧台中草港城来举行。
请参加兄弟，刚会知影8点前到5时开始。来过的第一主日举行的洗礼，请向招待人员提报名表，写好交给牧师。有一个人有小人洗礼之名师，对对，中华区会5月9号会知影10点，伫个南教会纪念教会举行地教全国的祷告网络34位的学长，一礼拜的安排祷告。5月9号下午2点到4点，伫个咱教会举行，为着咱中华关来祈祷，欢迎参与伫个即个社团祈祷内底。感谢主来纪念咱中华关完圣灵大大运行，满足上帝心意的时代。即嘛兄弟伫个主日礼拜以后，有需要读车去伫个教会，请指导用一来说明，当时要开车，互咱曾牧师知影，好多时阵也有临时的需要伫个教会请互曾牧师知，多谢大家合作。咱来看第5页。来到事项第二，咱来为着洛港地区的风景加做法来带到。由主来掌管伫个洛港地区。第二，请为着洗道帮教会警方宣告带倒来奉献。第三，请为着身体健康的兄弟来倒。有黄伟国、刘俊元、蔡景航、苏维坤、张安义、刘义峰、廖生杰、曾英国、姐妹五潘曼丽、夏丽玉、谢金满、李美华、杨桂花、谢淑贤、黄小桃、刘丽珍、张淑珍、李思彩儿、陈木林牧师，同陪的部分主要有处理，请向后家对台来聆听。谢谢。因为西高帮教会因占卜上一个贵族水一般小朋友大家去注意若无会我见着刚开始就是先会决定我当然就是咱来继续要练信息第324首，大家勇敢安静下来，练习三下好时阵。Jesus.
所想事会全部正价，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亲伫阮的心上，用真理成做阮的腰带，用阮对你遐所领受的公义成做护心镜，也用你的圣神。成做迄宝剑，头顶救阮的头盔，骹行是福音平安的鞋。主啊，阮伫你的面前，阮要宣告，我靠主耶稣，你所赏赐阮的活命，阮伫即个世间要征战到落尾。但愿主耶稣，你所赏赐国外的活命，你上天的上帝，你的听，圣神的扶持，三甲比例，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即时定入到世间的落尾。